每天下班回家，孩子已經睡着了。週末加班時，只能對着手機裏家人的照片發呆，這聽起來熟悉嗎？如果你是職場父母，這種疲憊的雙重生活可能早已成為常態。最新調查顯示，超過70%的職場父母長期處於焦慮中，在配偶和家長會之間疲於奔命。但今天，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，這種掙扎並非無解。在評論區寫下你的經歷。你是一，如果曾因錯過孩子成長而納垢，或二，如果老闆總在你接孩子時打電話。讓我們看看有多少人同病相憐。堅持看到最後，我會揭示一個顛覆認知的解決方案。現在，深呼吸，我們即將拆解這場平衡遊戲的第一條規則。當你同時被老闆的郵件和孩子的作業 deadline 轟炸時，真正的救命稻草不是咖啡，而是一套聰明的規劃系統。想象一下，如果能把工作會議、足球訓練和超市採購全部整合到一張地圖上，生活會不會輕鬆許多？這就是主日程表的魔力。它不僅是簡單的待辦清單，而是將你的職場需求與家庭優先級進行三擁對齊的作戰計劃。具體怎麼做？每週日晚花15分鐘，用彩色標籤勾分工作項目、公式和家庭承諾綠色，並在手機設置同步提醒。關鍵技巧：永遠為突發狀況預留20%空白時段，比如孩子突然發燒。試試這個實驗，今天就在評論區寫下你明天最重要的一件工作事和一件家庭事。我們會隨機抽取3位觀眾，幫他們優化時間表。當有人員放學時間雷打不動地卡在下午4點，而你的會議總在4點15分開始，這時候需要的不是奇蹟，而是一份彈性工作計劃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超過60%的企業其實隱藏着靈活辦公選項，只是大多數員工從未開口要求。遠程辦公不只是穿着睡衣開會那麼簡單，比如張偉把週三設為居家辦公日，上午高效處理報表，下午3點就能接女人放學，晚上等孩子睡了再補1小時收尾工作。關鍵是要用數據說話。向老闆展示遠程期間你的效率提升了25%。當你在睡前故事中途偷偷回覆工作消息時，孩子眼中的失落比任何微豆郵件都更刺痛人心。建立分界線不是自私，而是給親情裝上防盜門。試試這些暗號：把電腦合上時的咔嗒聲當作下班鈴，或是用特定手機殼顏色來切換工作斜線家庭狀態。大腦需要這些儀式感來重置角色。心理學家李婷發現，職場父母最有效的技巧是15分鐘緩衝期。下班後先在車裏引完一首歌再進家門，把通勤變成情緒過渡艙。現在請你參與實驗，明天試着在晚餐時把手機鎖進抽屜。你知道嗎？當北歐父母推着嬰人車去開董事會時，他們背後站着整個社區的支持體系。我們可能沒有北歐的福利，但可以主動搭建自己的生存網絡。比如和鄰居組建接送聯盟，輪流接孩子，用釘釘的育人任務分配功能，讓伴侶共同分擔，甚至說服 HR 把間接會議室改成臨時郵費室。重點數據：使用企業 EAP 心理輔導的父母，焦慮水平下降40%。立刻行動！當你發現孩子的畫作貼在辦公室牆上，而電腦屏保是全家福時，你已經找到了真正的平衡。這不是關於時間對半分，而是讓每一分鐘都充滿意義。研究顯示，孩子最珍視的不是父母全天陪伴，而是那些100%專注的閃光時刻，比如睡前10分鐘的全程對話。今天起，請把足夠好父母當作新目標。在評論區用發光星標記你最近的微小勝利，比如今天沒加班參加家長會，我們會抽選10位送出家庭時光規劃手冊。最後記住，生活不是工作與家庭的拔河比賽，而是你用愛編織的獨特作品。